台湾单手平的总积顺，以今年淡市第一季车祸死亡人数已经是全台湾上悬的县市提出检讨。其中痛心的是，眼眶某一名70几岁先生，停伫中正北路甲正北一路的机车道外专用道，结果被货车弄得不幸死亡。律师议员就强烈批评，该专用道伫路况无够、无耐久的状况佮维修，根本是政策错误，要求该案送警方，并要求市府协助国家赔偿。这个 A1 的车祸，当时候那个父亲死亡，这个车祸我是认定无应该发生的，是安那？伫咱台南市会当发生这种代志？那么我会就叫你，在我们台南市。像这样子，右手边这一张，内缩的道路到底有几条？跟你做报告，只要是我们交通局划设的，我们一定是用右侧的附加车道。好啦，你不要讲，我现在在问你说，全台南市像这样内缩的到底有几条？就是都是这条尔嘛，都是这条尔嘛。啊，为什么打这条？在路宽不足的情况之下。为什么你搁甲挖落去？5月的这个 A1 的事故了，A1 事故发生之后，我们第2天，隔2天我们就去会勘哦。那地方议员跟民众大家这个因为这些重大事故哦，所以就要求新化公路段先恢复成原来的这个慢车道的配置的模式。那新化公路段也在事故发生2个礼拜之后，就先恢复成目前的状况哦。那我想后续地方有一些声音，因为机车左转量大的问题还是存在，所以地方有一些。建议，比如说这个路口是不是时段性的禁止左转等等。不过我们知道禁止左转，那机车就没有办法进工业区，那它要在哪一个路口左转相关的问题。所以有关车流的疏导，我们会在这个请新化公路段再邀集相关单位来做会看。那其实地方的交通局配合新化公路段，大概我们就是标线跟标志的路权在这个公路段，那我们是配合它代办号志。所以当初是他决定要。利用原来空间在增设这个机车左转道的时候，我们是配合协助增设号志跟配合号控的调整。那我想这个案子大家都不愿意乐见这个 A1 事故的发生。那后续该路口的这个行进的方式跟这个安全的评估，我们会再会同新化公路段来协助来评估。虽然该已经决议取消机车道外专用道的设立，不过针对该路口道外需求所产生问题，新化公务段嘛将建议其他的方式改善，并分析肇事原因，一并改善相关的交通设施。台南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。